Hello 各位，呢幾日咧回收女團就3位姐姐放緊假，咁今日就由我哋3位小師妹嚟為大家講件事，就係威利斯環保成功獲批 P 卡，即係採購卡嘅收款資格啦。有咗 P 卡嘅收款資格，即係代表咗威利斯環保嘅服務品質、財務合規同埋經營信譽，皆一致通過晒政府同官方最高標準嘅審查。睇下呢度咁多伺服器，硬碟又多機密資料，有邊間環保回收商可以幫到我哋？選擇政府認可的環保夥伴威利斯環保會提供專業報廢回收同燒糞處理，同日舊電腦同埋電子產品回收，咁企業 ESG 發展更加安心、更加合規。對於公營機構、教育團體同埋各大企業，透過 P 卡採購用威斯環保嘅服務，麥打唔使煩惱供應商審核流程，更加能夠喺合規嘅前提下完成快速採購。大家重等，快啲打電話俾我哋啦！